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7篇，约珥书第3章17到20节，马太福音第21章第28到3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愿意吗？昨天我们提到了上帝的羊群能不能跟随着牧羊人到可安歇的水边以及青翠的草皮，则是要看羊群中的羊是否愿意紧紧地跟随。如果如同失羊比喻当中的迷羊一样，就很可能无法进入牧羊人所带领的草皮以及水边，我们所谓的应许之地。要进入应许之地，要看你我是否愿意，因为牧羊人上帝仍然继续带领，继续的向前。你跟上了吗？约珥先知说：上主啊，以色列啊，那时你就知道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住在我的圣山锡安，耶路撒冷将成圣城，外族人永不再征服它。到那时候，漫山遍野新酒涌流，山岳丘陵牛奶滴流，犹大的溪水川流不息。有一条泉水要从上主的圣殿流出来，灌溉石亭谷。埃及将成为废墟，以东成为荒野，因为他们曾向犹大施暴，流了无辜者的血。但是犹大永远有人居住，耶路撒冷代代人烟稠密。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有提到2个儿子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浪子的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受到呼召的是大儿子。父亲在这个小儿子浪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心的开设了筵席，后来就到了外面去邀请他的大儿子进入宴席。但是这个大儿子却不愿意进入这个筵席。另外一处有关于2个儿子的比喻，就是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第28节到32节。故事的结构以及结局与浪子的比喻则是完全的不同。相反，这个故事当中有2个儿子都受到呼召。圣经说，大儿子先是拒绝父亲的呼召，小儿子则是唯唯诺诺，好啊，没问题啊。结果原本拒绝父亲的大儿子，却在事后马上后悔，然后就前往了葡萄园去工作。而那一位唯唯诺诺满口答应的这个小儿子呢，却是同样的反悔了，说好的要去葡萄园工作，却根本没有去。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小儿子，他根本就是那种唯心的个性，说什么都是唯心论啊。
他很习惯随口答应，却一点都不在乎，根本就没有计划要去实践自己所说过的承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说，另有一个比喻，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某人有2个儿子，他对老大说，孩子，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他回答，我不去。可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就去了。父亲也对老二说同样的话。老二回答，好的，爸爸，我就去。可是他并没有去。耶稣基督说这样的比喻，其实最主要是要提醒门徒或是跟随者，必须要懂得遵行上帝的旨意。因此他就问门徒这样说，这2个儿子究竟哪一个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他们说，那个大儿子。耶稣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税棍和娼妓都要比你们先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因为施洗者约翰来了，他指示你们应当走的正路，你们不信他，可是税棍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仍然没有改变心意，还是不信他。愿意的人就会改变心意，会回转向上帝。愿意的话，就可以得到救恩，就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但是如果满口承认却没有行动，就如同雅各书第2章14节到17节这样说道，我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却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处呢？那信心能救他吗？你们当中有弟兄或是姐妹没得穿，没得吃，你们却对他说，平安啊，平安啊，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那有什么用呢？同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都是这样来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曾有一个人告诉耶稣基督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呢。耶稣就告诉他，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基本上呢，这个人是跟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小儿子一样，是没有意愿来跟随耶稣的。不但这样子，他却拿家里的健康老人当成借口。今天耶稣基督也在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我们真的愿意吗？那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回应呢？没有委身，却只想我行我素；没有门徒的跟随，却只想主导；没有谦卑的心，却只看到自己的成就；唯唯诺诺，却不是真心诚意；没有训练，却想握有大权。怎么样做才是真心实意的回应主的呼召呢？
跟随主的脚步呢？你是否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者呢？诗篇87篇，上主在圣山上建造自己的城，他喜爱耶路撒冷胜过以色列任何的城邑。上帝的城啊，请听，听他提到有关你的光荣事迹。在顺服我的那些国家中，有埃及和巴比伦，还有腓力士、泰尔和古时。我要把他们当作耶路撒冷公民。至于锡安，万国都是他的公民。至高者要使他强盛。上主要准备人民的名册，把他们都当作耶路撒冷的公民。他们要跳舞唱歌。我们幸福的泉源在锡安。愿上帝协助我们决志服事，不但是口里承认，更帮助我们从心里愿意来真心的服事，见证主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